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时间过得真紧一目水搁再一礼拜了。感谢主，伫一礼拜当中，上帝看顾、供应咱身躯顶面、也属灵顶面的需要，并且得到伊的照顾、保守。虽然这个世界、这个病毒也搁存在，真侪人染着这个病毒，有的人离开世间，但是感谢主，咱也存在。你有想过说，咱生命的存在有啥物目的啊？无啊？有，上帝叫咱也搁存活伫这个世上，就是叫咱借着咱的生命来荣耀上帝的生命。也对人有帮助，突然听到上帝福音，得到更较大，比世界顶一切的财物更较有益处的，就是永远的生命。认识上帝，认识主耶稣，是一生当中最得宝贵的。求上帝甲咱同在，今仔咱求神，搁再一摆来带领咱，圣灵来感动咱，叫咱来明白神的话语互咱增加信心，增加盼望也增加力量。咱三个阿头，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多谢你的照顾、保守，甲一切的供应。虽然现在的病毒仍然存在，也无看见一丝的改变，而且这款的改变是愈向恶，有新的变异的病毒出现的时阵，人的心更加惊吓。但是上帝啊，求你加添阮的信心，加添阮的力量，我能靠着主的恩典来向前奔跑。上帝，求你甲阮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甲阮同在。上帝永无离开阮，就时时刻刻，当阮信主的迄个点钟开始，主就无离开，一直要到永永远远。主啊，阮将今仔日的信息恭敬的交托你，求主借着你的灵来互阮较明白上帝你的家事。阮安尼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最集中应当沉沦，救主提示，打开生门，蒙主宣召来的救恩主啊，耶稣我来，我最集中无悔日真。
各位兄弟姊妹，这首诗歌是一首真古久的诗歌。伊的题目叫《我做激动》，我会做激动。顶摆有一个科学家，有人问伊，伊说无人啊，你是一个科学家，你发明真侪项物件，你发现真侪新的物件。我问你哦，你一生做第一段的发现是啥物啊？这个科学家想者，然后回答，伊讲：我最大的一生做第一段的发现，就是我知影，我伫上帝面头前是一个罪人。啥实呢？人因为在物质的影响，遮砍了伊的目睭，遮砍了伊的良心，无发现到家己是一个罪人啊！这款是真危险的。一个人来会晓得知影，伊是一个罪人，伊的将来的结局是啥物？伊才有迄款诚恳的心来到上帝面头前啊，来求讨神的赦免甲拯救。这是人生当中最一段的发现，也是最一宝贵的。今仔日世界顶也有真侪人啊，沉沦伫罪恶当中，家己毋知影，毋知迄个危险。所以这首诗是安尼讲，我会做激动啊，应当着沉沦啊，但是救主你推我来死。大开迄个生命的门啊！来蒙主宣召，来得救恩啊！真神的羔羊啊！我来，就是伊要来救君主，非常的宝贝。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同样要讲一个真重要的信息。顶礼拜。咱是讲到上帝
会创造天地万物，咱对上帝的创造当中知影这位上帝是一位大有权能、大有权柄、大有智慧，伊创造天地万物的，互伊真有特殊、有真好的安排。伫伊的安排当中，甲伊的创造当中咱发现讲，上帝是一位慈爱的天父因为亲像人一样，当这个婴仔你要生出来以前伊就备办了一切的需要咯。对跩床咯，跩尿素咯，牛奶盘咯，一切备办好势，听候这个小囝生出来。上帝造天地万物，也是将世界万物做全备咯，然后创造人起来，互人有法人享受。等上帝若无做这个太阳以后才做人可能人会去寒死也无备办这个跩果子先创造跩人出现的时阵就无通食咯。但是上帝伊的启示实在是真有特殊伊的安排是上好的，所以上帝讲伊的创造是啥物是真好真好甚好。所以今仔日咱来看读一本这个创世纪的时阵这个创世纪是全本圣经66本册当中的头一本伊其中伊讲到真多的起源，就是第一摆就是伊的起源亲像啥物呢亲像宇宙的起源 ，origin of universe 另外是讲到宇宙的特性，甲真复杂的这个天顶的跩星跩星真复杂的跩行星咯，卫星咯，各款的真有特性、真复杂的。这个讲到啥物的 origin of order and complexity。就是上帝创造款复杂的物件，而且管有启示，也是头一个的起源。还佫讲到这个太阳系的起源，这个八大行星origin of the solar system， 看起这奇妙伫咧运转也袂杀精实在是上帝的伟大这个讲到这个大气层甲这个水圈这个大气层，咱这个地球顶面看这蓝色的这个是大气层也佫有一层是这个水圈是初创造的时阵先有一个水圈这个 water canopy 甲咱围咧真适合这个世界这个地球的各款的生物的存在 ，the origin of 这个 atmosphere， 甲 hydrosphere， 主要这是第一摆出现的也佫有上帝创造各款的生命的这个起源the origin of life， 这个生命对倒落来到即阵世界的人类也佫伫咧猜想也佫是咧假设的，但是圣经明明甲咱讲咧。这个生命的起源是上帝，也佫讲到啥物人的起源，人对倒落来有人讲是对老狗变来，干那一阵老狗哪个唔变人吧？所以真早 the origin of man， 早就甲咱讲咯，也佫有婚姻的起源 the origin of marriage， 即搭伫第2章圣经甲咱讲一个罪恶的起源 ，the origin of evil of sin 是对倒落来人唔知影，但是圣经明明甲咱讲，语言咱看世界有真侪语言方言，所以这个语言对倒落来真奇妙所以 the origin of language， 也侪款的起源所以咱看见现在也侪各款的政府有啥物制度，有啥物制度有。各款的政府政府的起源对倒落来也是圣经内面讲的 origin of a government
抑佫有一个文化的起源 ，the origin of culture 对倒落来，也是圣经头一本册有讲到 ，the origin of nations， 真侪国家会出现是对倒落来啊，嘛是圣经头一本册有讲到，那是 origin 这个宗教的起源，敢若有遐侪宗教啊？origin of religion 也是有。抑佫上帝敢若是咧要选择特别的一个民族来特别来训练因，特别的来向因启示关于上帝的代志，这个是啥物啊 ？The origin of chosen people， 上帝怎样来拣选这个国家？所以伫这个 Genesis 这个创世纪内面讲到真侪的起源啊，咱今仔日。要集中啦 ，concentrate 集中是这个题目是啥物呢？就是神这个罪恶会进入这个世界的起源，甲这个救赎的启示，救赎的启示，就是今仔日咱会讲的 the sin enters the world and the revelation of the 这个 redemption 就是今仔日咱的题目，所以盼望伫圣灵的带领下面，咱来三甲来研究、来学习。头一点呢，咱要讲到什么呢？就是神创造人的境界。咱知影第一章神创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到第六日的时阵神才创造生物，甲人类所以第六日咱分做两部分，一部分是创造什么呢？创造昆虫，创造这个动物野兽，这物件，各种禽类，各种禽类伊的意思毋是说对一个小可什么 cell 然后再直变啊一个人起来，毋是即款的情形就是各种禽类，神创造什么是固定迄项咯，各种禽类第二部分呢是讲到神造人就比较详细，神用什么款来造人先是造男，然后是造女，神讲到伊按照形象来造男造女，这是第一章甲第二章详细讲到造人。伫造人当中呢，上帝佫托人一条金领，就是金枝一条金枝。所以下面咱来先读几节的圣经，互咱佫较明白今仔日的经文是啥物。来看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1节到第7节，伊讲天地万物拢造作咯，这个是讲到第一章。说到了第7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了，伊就伫伊第7日就停了伊一切的工，安息了，就安息了。神就祝福，互第7日定做圣日。因为伫这个日子，神停了伊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神立定这个6日做工，一日休息，一日休息。这是上帝创造的时阵立定的这个工作生活作息的这个规律，互人有劳动，有休息的机会。第4节，伊讲创造天地的内力，伫神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乃是这样伊说野地也阁无发草起来，田内的菜也阁无生出来，因为耶和华神也无有降雨伫地顶也无有人来做田。第6节。但是有雾气对地顶升起来滋润遍地第7节，耶和华神用地顶的土造人
耶和华用地顶的尘土来造人，将生气毋是收气就是活的气息叫做生气，本伫人的皮孔内伊就诚做有灵的活人，伊就诚做有灵的活人，名叫做阿当。神造动物的时阵，无将迄个气分伫伊的内面，独人被造的时阵，神将迄个有生命的气息就是灵内面的迄个气息就是分伫人的内面。这就是开始神创造人的情形。那第15节到25节呢，直到讲到神来创一个真水的伊甸园，然后又创有真侪跩树丛果子树咯，然后创2丛特别的树第直到15节安尼讲。耶和华神将迄个人来安放伫伊甸园互伊修理看守。第16，耶和华神吩咐伊讲：园中逐款的树顶的果子恁可以随意来食恁可以随意来食。你爱食什么就食什么，就食偌济，食什么记你管，你就自由的意志通来享受神的恩典。第17节，只是分别善恶树顶的果子，你毋通食，你毋通食袂用的食。因为你食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真严重的搁再讲一遍，只是分别善恶，这樟树的名称叫做分别善恶树顶的果子，你袂使食，袂用的食，袂做的食。不可吃，唔可以食，唔食得嘅，因为你食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不定死必定死。耶和华神讲，迄个人毒机无好。我要为伊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伊。耶和华神用土所做的野地各样的野兽，甲空中各款的飞鸟，拢带到迄个人的面前，看伊叫什么，迄个人怎样叫各款的动物活物，迄个就是伊的名称咯。迄个人就互一切的精神声曲，甲空中的飞鸟、野地的野兽起了名，只是伊无有拄着配偶来帮助伊。配偶就是伊的看守的，无看到一个看守的，通来帮助伊。耶和华神就互伊困了伊就困了伊就困了伊是除了伊这个腹肚边一支平肌骨然后就甲伊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迄个人身顶所取落来的平肌骨肋骨做成一个女人带伊到迄个人的头前。迄个人讲：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伊做女人，因为伊是对男人身顶取出来。14节，就安尼，人就离开父母，甲妻子联合，两人成做一体。
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裸体，并未减少受体未歹势所以这是头一摆这个婚姻的制度全世界婚姻的制度就是对这开始的犯罪的开始也是伫这章内面第2章内面啊。所以咱昨读了这段的圣经内面，咱就知影人的犯罪是怎样的。所以第3章第1节到第13节讲到人的犯罪。伫这几节经文当中咱读到神互人的头一条的律法，叫什么？唔通食这分别善恶的果子，因为你食的日子必定死。15节到17节是耶和华神将迄人甲放伫个伊甸园内面伊的工作就是修理甲看守这个咧顾花园的第16。耶和华就吩咐伊讲，伊说园的这个伊甸园内面逐款的果子你会做咧随便食，随意食但是有一点会记咧，毋通袂记咧，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伊说，只是迄个分别善恶树顶的果子你袂使食，袂做咧食。不可吃，因为你食的日子必定是在死，一定会死。这是神的话语，但是这段话语为什么真侪人袂明白？为什么敢若是？这个上帝，咱要创一个遮水的伊甸园然后内面阁有2丛树，一丛是一丛是生命树的果子，另外一丛是分别善恶的，叫人毋通食。为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咱下面就是甲解释者。咱讲圣经内面并无有讲到说。毋食这个分别善恶果子就无法当分辨善恶咯。你若毋食，你就袂晓咧分别善恶咯。上帝也无讲你食咯，分别食咯，食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就会互人分别善恶。上帝也无安尼讲。上帝佫较无讲说什么神无想要叫人学习这个分别善恶人毋能够分别善恶咯，毋使啦。神无讲安尼实际上其实都是简单实际上是食这个行为，人若上帝说毋通食，你才去食，你这款的行为本身会互人分别善恶。你食了，你就分别善恶了。你若毋食，伊的效果是啥物你若无食毋食就是好，因为干哪好？因为伊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神的律法，所以伊毋食。若是食哩，上帝说你若是食哩，就必定会死。那么这个食伊的结果是啥物就是歹的，就是死的。其实算起来是简单，但是下面更加清楚的甲咱讲到啥物呢？佮食啥物毋食，甲这个死是啥物意思头一点上帝说不可吃，毋通食，这个是啥物呢？是神的命令。
毋食是代表顺服。你知影说毋通食哦，所以哦，我立定志向，立定心志，说我毋食啊，意思就是这个顺服神的命令，顺服神的旨意了。你若是去食，是代表什么呢？背逆神啊，无顺服神啊。因为神叫你毋通食，你才条条工去食，这是无顺服神哦。佮说落去，这三日毋通食，不可吃。这条命令哦，毋是出于神的指示啊！无本神哦，叫咱毋通食，无本神啊，有落落什么秘诀？叫咱毋通食，惊咱咱食哦会交神相同，咱若食哦，可能咱会变做神，真有力量真强，真有什么？咱若食可能安尼来怀疑神。这个命令哦，并毋是神要指示，这命令伊安尼，是因为所有其他的跩食物跩鸡子因会做咧食，可见神毋是自私的，伊能够随意食啊。包括这个生命树，因若爱食，要食几粒长迄手永远袂死。随意食，神无藏什么宝贝伫遐咧。但是如果迄个人阿东甲夏娃那是偏偏去食迄个毋通食的鸡子神说毋通食，你偏偏去食，表明什么呢？就是表明阿东夏娃有这个贪心、不知足、无感恩、毋顺服这款的情形，这款的心态。佮说落去，这个不可吃、毋通食这个命令上帝无解释你食你会干哪一个？孤单一说，你食必定会死伊无个解释说你会干哪一？无啥物解释，表明神会要求人伫无有这款解释的情形下面无真明确的解释的情形下面也可以说有无条件的有法通顺服神有法通顺服神伊无讲说你若食我会想死你什么什么事，你若毋食想死你什么什么孤单说你若无因为你食就会拄着这款死亡的代志。佮说落去，神讲说毋通食这个命令伊无叫天使甲咱顾咧，这张手你袂做咧食，叫天使甲你围咧，神无安尼，表示什么表示说神互人有一个自由意志去选择，自由选择的机会，自由选择的意志，这表明说什么呢？神人是甘心情愿的用这个自由，用伊的意志来选择，要顺服神还是毋顺服神？这个人若是顺服神你去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表示说什么呢？表示说伊是甘心乐意要顺服的，毋是 robot， 毋是 AL 即阵大家叫做 artificial what is A 就是较咱 robot 的人工智慧就是说人用自由意志去选择，毋是受上帝控制的。咱像 robot 甲一个甲你毋通食，你就行到就走去边头。神无安尼，这个才是真正神创造人的人，这款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毋是 robot， 毋是机器人。说落去，讲到这个死是包括这个灵性的死，甲肉体的死当上帝将迄个灵气分伫人的喙齿内，伊成做一个活人咯，活
有灵会活人咯。当人犯罪时，这个无顺服哦，这个罪伫人内面吼，就失去了迄个属灵的、迄个灵的功用，也就是说离开了甲神隔绝咯，离开了神啊，包括人伊的生命离开了迄个生命的源头，就是上帝，因为伊犯罪了，离开了上帝，而且佫伊离开了迄个生命的源头，就是上帝。所以人犯罪了后啊，伊的肉体哦，伊的身躯哦，就渐渐退化慢慢的行向了这个死亡的路。所以圣经讲，按照定命，人必有一死，死后还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就是人永远的灭亡和受苦。而且以后啊，还佫有一个第二摆的死。就是咱这个肉身死后，将来上帝的审判，咱那个灵魂的审判将来的审判，就是要断定咱到永远受苦的所在啊。所以人犯罪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了主上帝的面，甲上帝伊权能的荣光内面啊。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9节。所讲的，所以结论就是互人死的，毋是迄个假子本身乃是啥物？一个人的心灵背逆上帝，反叛上帝，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就是上帝。毋是迄个假子互你死是你的内心无顺服上帝的旨意，背叛了上帝，也去用你的自由意志去选择食。这个食是代表背逆，是反抗，是对神的无顺服。所以还佫这个毋食这个命令叫必定死是一个警告讲你你毋通食，因为你食的时阵必定是上帝互人的一个警告上帝是要爱人有一个正确对的选择死是人无愿意的，活命是人愿意所要的，所以人就应该会晓咧做什么选择是要选择这个生命树，还是选择食这个分别善恶的？一丛果子的树的果子呢？食生命树是永远活的，食着分别善恶的，就是死亡。所以上帝是爱人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可惜咧，人选择了迄个毋通食。选择迄个死，选择反叛神。上帝爱的是人顺摊，用自由意志来顺服上帝的旨意，来过着真真实实的上帝的儿女的这个身份，来永远活着荣耀神，得到福气。这就是人犯罪的过程。那么魔鬼来试探这个夏娃试探亚当因两个撒旦的引诱第3章甲咱讲什么呢？耶和华神所做的，独有迄条蛇比田园内面一切活物搁较高骨，对人蛇就对人讲：神检是真正的讲无允准恁食园中所有的果子吗？你看，这是魔鬼歪曲神的话语，颠倒是非这款的诡计，甲这款的技巧神对夏娃讲，说你毋通食；对亚当讲毋通食。因为你食的时阵必定死，但是魔鬼来引诱说什么神魔鬼讲这个女的讲，伊说神检有真正讲安尼，互这个
啊，都神真正讲安尼，你个神真正减有讲安尼，减有真正讲安尼，所以魔鬼啊是互人头壳混乱啊，混乱啊。只个讲说无允准你食园丁园当中所有树顶的果子嘛。上帝减有安尼讲，魔鬼乱讲啊，互人头壳混乱啊。所以魔鬼的技巧是啥物啊？伊的诡计就是是非颠倒歪曲神的话，歪曲事实。佮说落去，魔鬼来指控。咱们头一点当这个魔鬼混乱，那个女的时阵，这个女的说乱言啊，乱天乱讲，这个女的讲伊说无，阮像这果子嫁做咧食咧啦，但是袂用咧磨咧啦。上帝兼有讲无咧磨，袂做咧磨所以当人乱的时阵话就乱讲咯佮说落去，就是指控神的本性讲神魔鬼的意思，可能说你看神是自私啊，伊怨妒人啊，惊你食着迄个叫伊毋通食迄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无本伊内面有藏一寡什么宝贝，无要互恁知影，无要互恁食互恁变做可能神足有能力一样，可能神有藏一寡什么真水真重要的物件伫遐咧所以这是魔鬼来引诱人来怀疑神的慈爱，甲怀疑神的美意，甲伊的本性，神的本性。这是魔鬼常常引诱的。这个一项魔鬼常常用标榜家己夸口家己。伊说：“你若是听我的话我要互你什么偌好的物件，互你荣华富贵，互你。咱亲像头一摆耶稣出来做工的时阵，伫旷野咧3摆受到魔鬼的试探，最后一摆的试探，带伊到一个关山顶，来指魔鬼来指头耶稣伊看你看这荣华富贵，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你只要拍落来拜我就要将这荣华富贵赏赐互你可能这个，可能亲像伊咧讲，这个宇宙万物是伊所创造的，可能是魔鬼创造的，伊哪有这款本事伊阁要比上帝阁较大叫耶稣就拜伊，所以魔鬼的试探就是安尼的。逐摆来到用最水的人，用最水的风景、真水的物件、真水的代志来 offer 互你，来献上互你，只要你顺服我，来拜我我就要将这互你。结果呢，人去迷惑咯，相信伊，接受伊，做落去，结果呢，受苦是一世人。这是魔鬼的手段。咱特别伫现代这个世界内面，人会听心慢慢的会愈来愈无去咯，冷淡咯。欺诈的人愈来愈多，欺骗生理，欺骗钱财，欺骗色欺骗人，真多。咱特别要小心，特别。咱听到怎样要 offer 互咱就伫神的面头前祈祷，求上帝加持指示咱。说落去呢，咱来讲到亚当夏娃食了分别善恶以后分别善恶果子以后，这个犯罪以后，伊的后果是啥物？第3章第6节安尼讲。于是就安尼呢，迄个女人看见迄个树顶的果子会通做食物真好互人目睭看起来真爽还佫会互人可爱可喜爱
我土人有智慧伊迄个女人看到即个魔鬼的引诱，佮看到迄个假子毋是苹果圣经也无讲苹果啦，毋是迄个Apple 迄个 cell phone， 毋是你看 Apple 去夹 cell phone 去咬一下，有时即个是魔鬼来试探亚当夏娃犯罪迄个 Apple， 毋是 Apple 啦，是分别善恶的假子伊犯罪了后，结果是怎样？伊目睭较明亮了，知影家己是赤身裸体咯。说落去，伊就家己骗这亚当夏娃就用迄个树叶迄个无花果树的树叶，甲你赤黏黏的，创一领衫来遮盖伊的减少，伊是赤身裸体，即阵才知影。人常常是犯罪了后，想各款的方法要来遮盖伊的罪恶，也是人这个假宗教的代表人为着要上天堂，伊犯罪上天堂，用家己的力量、家己的智慧来发明、来创造另外一款的宗教，其实跩拢是无影的，拢是无法通做成的。第三，人犯罪了后，圣经讲什么呢？第三章第8节，伊说逃避耶和华神，逃避耶和华神，就是人犯罪了后，心灵就虚了，惊见着神，惊神的责备，惊神的话语的责备，惊见着神惊来做礼拜。无搁再祈祷，无搁再读神的话语，无搁再来教会，甲兄弟姊妹来沟通了。当人犯罪的时阵，有罪恶，有羞愤，有生气，生气无人，伊就干那只有个罪伫内面就无愿意进到神的内面了。逃避耶和华神，亚当是安尼，夏娃是安尼，咱现在的人也是安尼。第5节，伊讲耶和华神呼叫迄个人，你伫倒落？你在哪里？你伫倒落？耶和华神呼叫迄个人，问你伫倒落？难道神伊是兼毋是这个无所不知，逐项知影？伊这个问亚当你伫倒落甲你伊米切嘛？其实神知影伊伫倒落，为什么神要问这个问题？你伫倒落？为着是要互人知影，伊是一个失落、迷失方向、人生方向的地位。咱像一只羊行迷路，所以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讲，伊说咱犯罪的人亲像羊行迷路，各人偏行家己的路。我爱行这条路，我行犯罪的路，我行这个反抗神的路，我行黑暗的道路，行害家己、害别人的道路。家己偏行家己，犯罪了，还阁毋知影家己的地位哪行哪失无，哪行如惨，哪行哪离迄个死亡如近。所以，这个人犯罪的人，最底惊是伊袂晓回头，毋是伊惊伊犯错，乃是惊伊袂晓回头。求神帮助咱，咱现在世界顶的人，偌侪人行迷路。欺骗的道路、跋筊的道路、吸毒的道路，有真侪道路是无应该行的去行，结果是那竹篮打水一场空，亲像用竹篮去抢水抢起来是空空无半项的，无水通抢，互你得着。咱也是安尼。还佫一项就是
人犯罪了后，逐摆提示将迄个罪过推到别人。当当时你讲我伊为我做的即个女的哦，叫我食我才食啊！女的即个我说就是迄只蛇叫我食我才食骗我将迄个罪过推到别人。咱人也是真侪时阵是安尼。最后呢，就讲到这个人这个蛇受咒诅咯。这个蛇怎啊受咒诅呢？这个蛇就是魔鬼所利用的一个代表，一个魔鬼的灵进到迄个蛇内面，迄个人就迄只蛇就代表魔鬼咯，来受咒诅伊受咒诅。第14节安尼讲。耶和华神对迄个蛇讲：你既然做了这项代志，就的确咒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搁较厉害比一切牲畜野兽搁较惨你的确要用腹肚来行路一世人一生呢是食土。佫说落去，伊对上帝对这个预言将来的救赎是啥物啊？伊说上帝讲，伊说我又佫叫你就是一只蛇撒旦的意思。我要叫你撒旦甲这个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甲女人的后裔，这女人的后裔就是单数的，指这个人也彼此为仇，这个魔鬼叫女人的后裔就是将来指耶稣基督，彼此为仇，为仇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迄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伊的骹棍，要伤耶稣的骹棍，伊的骹伫这内面就是上帝最第一早的人犯罪了后来预言，上帝要预备救赎，互人类通得救。那么这个蛇呢，代表魔鬼撒旦。那耶稣基督的救赎将来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拍碎迄个蛇的头，就是魔鬼的头。刚才这个讲到这个头呢，头是致命伤人若伤到这个头伊规身就无办法咯无迄个力量咯。所以就是要伊的致命伤，魔鬼的致命伤就是因带人犯罪，并且因着犯罪来带来迄个死亡所以圣经讲说，人犯罪了后，人必须按照命定定命，人有一摆死后，还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就是永远的受刑罚的苦难，永远受苦的。那么基督耶稣这个女人的后，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救赎，伊代替人受定受刑罚来赎人的罪过，为着要毁坏魔鬼撒旦对人类的迄个关系，就是罪恶的关系，叫这个死亡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但是要毁灭，这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毁灭魔鬼撒旦的关系这就是上帝甲迄个撒旦伫人的心内，甲人类的历史上这个战争的结局就是有一日魔鬼的失败，完全的失败，耶稣基督上帝得胜来败坏魔鬼黑暗的势力、罪恶、死亡。最后呢，因为人犯罪，亚当犯罪了后，上帝就将赶离开伊甸园。目的是啥物呢？因为伊甸园内面有生命树，人食分别善恶的果子，已经犯罪了，有罪性了。伊若佫进入去，定迄个入去地内面生活，伊定食迄个
生命树，意思就是伊带着罪恶一个罪性，继续永远活咧，食着迄个生命树，继续活咧，那么这个世界就非常的惨伊就是永远的受苦，因为伊还佫定定活咧，而且受苦，其他的人也是同款的受苦，彼此陷害，因为有罪恶受苦，所以离开，叫因离开，赶离开，一直来到离开了这个伊甸园里面，伊听到福音听到上帝所 offer 所想赐予因的这个救赎，耶稣基督，还是食到羔羊的血，就是将来指到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咱钉十字架，赎咱的罪过，咱就得救了，有永生了，无搁受审判了。就永远甲神同在。将来咱一日伫迄个新天新地内面继续人有法人得救的人伫天国内面食到迄个生命树顶的果子。所以启示录22章第2节遐尼讲，伫迄个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12款的果子，每一个月拢有果子。拢结出果子，树顶的叶有法人医治万民。这个生命树果子甲树叶，佫有法人互人永生。感谢主。最后呢，几句话，头一项，咱先做的就感谢上帝。虽然咱现在也佫伫这个新冠病毒的威胁下面，人的生命无安全，但是咱毋免惊佫较今年佫较变怎样，这个变样的迄个病毒仍然伫世界当中存在。伊也毋知要发展诚做怎样，但是咱有神的同在，只要咱相信主耶稣伫咱内，咱有永生发动伫咱的内面。咱毋知影，虽然咱毋知影第时要离开这个世间，可能咱也是去染着迄款的病毒，但是咱有耶稣的生命伫内面，将来要带咱到个上帝的国度内面，继续有生命树，有神的同在，咱有永生。来享受上帝荣耀甲福气，所以咱为着咱家己来感恩耶稣为咱做成迄个救赎只要咱辛苦主，咱感恩咱当时咱想到咱的亲友当中，也佫真侪人无辛苦主因也无得到即款的救恩，所以这是咱的机会。为什么上帝也佫存留咱的生命，今仔日也佫活着？为着要荣耀伊，荣神益人，意思就是咱活着要荣耀上帝名，并且来传扬上帝福音，叫佫较侪人明白主耶稣做因的救主，互因心中有盼望，有信心，有平安。这是上帝的信息，咱感谢上帝。今仔日借着伊的话语互咱更较明白罪恶的来源，甲咱上帝为咱备办的这个救赎的预言，甲这个恩典，咱即阵离开亚当的时代，已经几落千年咯，真长的时间，咱耶稣已经出现过了，伊将这个耶稣想赐予咱。所以约翰3章16节，甲咱讲3章16节，神听咱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耶稣想赐予咱，叫一切信伊的人不至到灭亡，反倒当会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上帝的祝福咱。你愿意相信主耶稣吗？你跟主耶稣讲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上帝求你赦免我的罪，洗清去我的罪。我即阵接受耶稣伫我的心内，相信伊，跟在伊的脚步，
直到永远。三合阿头，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借着你的信息，互阮明白这个罪的来源。阮也是感谢主，你为阮预备了这个救赎的恩典。从早上帝对人类的开始，人犯罪，立刻有上帝宝贝的应允，一直到如今，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了。阮听到上帝福音，接受耶稣做阮的救主，阮就得到救恩，阮的生命得到救。上帝已经赦免了阮的罪。阮虽然现在还阁伫这个动乱、这款病毒的威胁下面，但是阮感谢主，上帝一定会保守阮一直到见主的面的迄一日。感谢你。天下的还阁偌侪人未信靠主，求上帝恁感动因心。伫即阵凡也是听到上帝的话语的人，愿意接受耶稣的人，因拢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永生，得到盼望，得到荣耀。感谢你，求你听阮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